你好，歡迎城前，有咩幫到你？我想投胎，叫咩名？我叫普通。普先生45歲，因為加班熬夜致死嘅，屬於常見嘅死因。生前功德分啱啱合格，去普通通嘅通道度排隊啦，隨機投胎，根據生前嘅人品分配。人品好咧就可以投到去人間，人品差咧就要做畜生噶咯喎。隨機？唔係有得揀嘅咩？想自定義人生可以啊！我哋新推出咗一個命運由我不由天嘅 VIP 投胎套餐，不過咧就要需要耗費你非常之多嘅功德分。你好似掹掹緊喎。咁啊，可唔可以俾我睇下個菜單先啊？唔係，應該係套餐。嗱，聽住啦，基礎款可以選擇性別、出生地、精準到省。進階款咧，你就可以選擇家庭啦、智商、顏值。專享款咧就可以定製你嘅人生主線，即係咩咧？有機會咧可以做霸道總裁啦、富一代女主啦，或者係科研大佬嘅。原來仲可以咁玩啊！咁幾犀利喎！咁我想揀嗰個專享套餐嗰個霸總。專享套餐咧需要你上一次拯救個世界呢種級別嘅功德分先得喎。咁啊，揀個進階款嘅富二代得啦啩？呢個更加唔係由你決定啦，需要你早上3代積德先可以嘅。你啊〜攞咗所有功德分出嚟咧，最多都可以做個基礎款啫喎，揀一個性別啊、出生地咁咪得，其他係都要隨機㗎。咁點算啊？我呢個智商投胎到香港、澳門都壓力好大喎。如果返大陸，而家咁難發圍，好難搞喎。而家做男人又要賺錢養家，女人又要相夫教子，唉，乜而家投個好胎，功德分又唔夠，咁點算呢？好多鬼都好似你咁樣諗㗎啦，以為揀咗個最好嘅配置就得到最好嘅人生，但係你有冇諗過人生最精彩嘅地方，往往就係嗰一種唔確定性同埋挑戰性。咁我應該點算啊？而家我建議你咧，不如留翻少少功德分啦，兌換一個健康嘅身體同埋樂觀嘅心態。咁樣咧，無論你投到咩胎、聽到環境咧，都可以令到你活得健康快樂嘅一個核心配置嚟嘅。剩低嘅就交俾命運同埋你自己嘅努力啦。畢竟投胎只係開局，點樣玩都係你自己決定。好似係有啲道理喎。日日食3珍海味又真係悶咗啲，粗茶淡飯或者都可以食到好滋味。聽你講，我就揀健康同埋樂觀嘅心態啦。好啊，辦理成功，多謝晒頭主任。唔使客氣。VIP 服務嘅精髓唔係賣最貴嘅套餐，而係幫你揀最適合嘅選擇。走啦，祝你死得愉快，拜拜。